后来，过来这件是高雄的永安区一个76岁阿伯啊，昨去石板路的泉石沙埔收水的时阵，有几只流浪狗冲落海里甲攻击，阿伯全受伤渡水死亡。海巡人员讲，因接到通报赶到现场，发现这个阿伯啊，还有3只狗啊，伫海里扑咧沉咧，赶紧把迄个阿伯救起来。伊的头甲身躯有真大打，拢互狗仔夹着伤，赶紧送病院来抢救，但是救无倒来，王生路家属真伤心。赶快！他睡眠太久了。看到海面上有人渡水，海巡人员骹手真猛，赶紧要救人。往后走就好，走了，来，往后走。不过人已经无气啊！渡水的是76岁生出来查甫人，敢若是和海面上这3只狗夹着伤才渡水的，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。去互3只流浪狗咬啊！目睭遮红起来，我有甲叫爸爸啊，啊伊拢无甲我反应啊。狗无甲咬，伊袂渡水，伊那是水啊，水性我真好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3点外，现场的民众讲，生出来查甫人伫高雄永安永新泉石沙埔伫收水的时，有3只狗夹。虽然讲这生出来查甫人有反抗，不过依然被夹着伤来渡水。因看到了，遂敲电话报案去救人。名人游泳期间遭野狗下水追咬，导致溺水刑事，原即以浮水绳将溺者拖带至岸上。经过了解，夹人的3只狗拢是流浪狗。海巡人员赶到现场救人的是这3只狗，佫将这个生出来查甫人围条咧，甲赶了后才收水离开。这查甫人被救起来时，头壳甲身躯和狗夹甲真吃力。这个亲人表示讲，生出来查甫人平时拢到附近去收水，下晡才转去洗身躯食饭，想不到即摆拄到野狗夹。面对这种不幸，亲情朋友拢真悲伤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